力神。成人界最近發生咗一宗大爭議事件，有北歐女神之稱嘅 AV 女優 Melody Marks，最近就喺網上鬧爆日本片商桃太郎影像出版，話對方未經佢同意就擅自用 AI 換臉，重製佢之前拍過嘅作品，仲要1蚊都冇俾演出費。Melody 今年25歲，人氣一直都勁高。近日佢就因為今次嘅 AI 換臉事件喺社群貼文用英文好激動咁話好討厭 AI，仲話 AI 正喺摧毀整個 AV 產業，語氣中完全聽得出佢嘅崩潰同嬲怒。據悉 Melody 由2020年開始就同桃太郎合作，雙方一直合作順利，甚至今年8月仲有新作品。但係今次 AI 換面事件爆出，兩邊嘅關係似乎直接撕裂。其實日本成人影像圈近年好中意玩 AI，好似 Moody 就喺5月推出咗 AI 換面戲碼，引起一輪熱潮。不過技術越嚟越成熟嘅問題都越嚟越多，咁好似係演員肖像權啊、收益分配啊、倫理問題等啦。好多業界人士都話呢單好可能係日本成人產業第一宗 AI 侵權大案，仲可能逼到相關單位例如 CCBU 制定更嚴格 AI 規範，唔可以再咁樣亂嚟。目前桃太郎仲未對事件作出回應，但係可以肯定呢單嘢只係 AI 侵權風暴嘅開端。中意聽我講最新娛樂圈成人世界嘅新聞，記得 follow 我哋頻道同 IG 啦。